嚟珠去買樓一定要低首期，3萬蚊就可以上車啦，而公先至4000零蚊咋，花園靚配套齊。項目自帶商業體啦，有大型嘅健身會所啦，同埋2個泳池噶。門口巴士1蚊雞暢遊珠海，附近仲有華發商都啦、嘉禾城啦，仲有萬達廣場3大商圈。恆魚江山匯啊，我覺得最吸引嘅就係呢個1萬平方米嘅湖水景啦，住喺呢度簡直舒服到不得了啦！而家仲係現樓嘅狀態，唔使等待喎，即刻帶大家去睇睇。3萬首期上車，直接預供，性價比可以講係非常之高啦。客廳開間咧就3.8米，超級享受啊！出邊陽台同樣係睇到湖景同埋花園噶，樓間距同樣好闊落。呢度咧係緊挨住香海大橋落橋點噶，15分鐘咧就可以直接去到珠海市區啦，30分鐘直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。廁所咧就係全套嘅意大利 glass 啦，仲有對外嘅明窗添啊！隔離書房方方正正，仲可以睇到湖景同埋花園。對面客房咧帶有飄窗台，1.8米嘅大牆咧就可以做到兩邊落地啦。而主人房咧就係個大套間啦，空間表現實在驚喜啊！呢度仲可以做到1.8米嘅通頂衣櫃啦 ，queen size 嘅床仲可以做到3邊落地喎，飄窗咧都仲可以睇到小區園林同埋花園噶。110平方嘅4房2廳2衛單邊位，入門位置仲有個全贈送嘅入湖花園啊！入到嚟客廳咧，就一定要帶大家睇下南北對流嘅2個陽台先啦。2個陽台咧都係同樣可以睇到景觀噶。你睇下，睇住呢一個日落，睇住呢個湖景，就好似住喺濕地公園入邊，係咪啊？呢個咁靚嘅單位咧，但係正裝修，單價咧只不過13000零蚊喎。大客廳嘅開間咧係做到4米咁闊落嘅，我哋兩邊嘅陽台同樣係可以睇到景噶。揾我哋睇樓咧都係免費，有我哋嘅專車接送嘅，簡直係 so easy 啦！過嚟睇下房間先。洗手間啦就梗係名次啦，同樣都係大牌交標嘅。對面2個係 BB 房，朝南睇花園，仲有全贈送嘅飄窗台喎。對面書房咧係送埋1半面積俾到你嘅，兩面採光，同樣可以睇到湖景。主人房就喺最入邊嘅，你睇下套廁啦，佢都係帶有智能馬桶交標嘅，更加舒適。主人房擺埋呢個 king size 嘅床鋪啦，我都覺得冇問題噶。當然睇樓都係揾翻阿強先啦。